好，那最主要呢，我们后壁地区有70%都是农地重划区。那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大概都是民国60年以前的早期农地重划区。好，所以这个农路呢，经过了50-60年，大部分有一些呢，如果已经龟裂破损，路面塌陷的，就急需要改善。好，那市长对于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视，在111年呢，编了2.9亿的经费，那加上中央早期跟紧急农水路的预算的补助，总共在我们全台南市农地重划区会投入5.48亿的经费来改善。那希望这样的改善让农民运输方便，好，那出入也更加的方便。那么过去这个地方它是3点多米的这个急配的道路，那旁边的水沟呢也是土沟。那经过我们的改善之后呢，它变成了这个 AC 的急配路面，比较平整，而且也画设标线。那旁边呢土沟呢也把它改善成为 U 型沟，好，那让这个排水呢更加的方便也比较不容易长杂草。阮当地就里老人多，徛倒摆啊吼，拢较会摔着。所以讲做这农路了，互阮的农民呢，会当改善，就讲较毋免为着咧徛这农路，要紧尤其落雨了呢，拢会出道。所以讲咧对阮后壁区咱当地就里是一大造福。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南市政府对于农业生产建设一向不遗余力，为了提供更完善、安全的农业运输环境，过去3年改善农渔水路，总共投入经费超过23.6亿元，改善长度是全国第一。希望农民在更好的农业生产环境下，孕育出更多优质农产品。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在我上任以来，就特别对于农水路要特别加强。好，那在总共投入23.6亿，而且今年2022年会投入更多。那务求在原来台南县有时候在乡村的地区的这个农路跟水路，还有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灌排分离的这个灌溉的水渠跟排水的水沟，都要把它弄得比较OK 一点弄得比较把它整治的比较强固一点。那以备不时之需当然如果没有水患最好。那如果短时强降雨，也希望能够及时排除这个淹水，那能够让农民的损失减到最轻让农民的安居乐业加到最大。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市政建设，尤其借着这个资源预算的分配，能够在西北地区，在原来台南县的地区，能够多做好一些农民还有一般民众所关心的这个道路平、水沟通不淹水，然后能够这个大家能够安居乐业，这是我们最大的目标。了时间嘅欢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防止这波疫情扩大，台南市政府特别伫咸水加开快筛站的场处，提供当地居民免费筛检。市长委托一头早嘛到现场关心，希望抓出稳定的感染途径。因为进前爆发北部传染个案有传到台南，增加咱真侪案例，特别是集中伫咸水区。所以市府为了避免疫情扩大，特别伫咸水加开快速筛检的场处，希望找出稳定的感染途径。对此，市长委托一透早就到现场来关心，会中已经有真侪排队等待筛检的民众。市长除了为了辛苦医护人员，嘛提醒市民一定要赶紧注疫苗到第3针，让这波疫情赶紧消退。那我们也该匡列都该匡列了。那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扩大的社区筛检，我们邀请我们的里长，还有邀请我们的这个社区赶快来做快筛。那在相关的譬如说公司行号也可以主动的，我们免费提供快筛试剂，让他们拿回去公司或者工厂的场所来筛检，这样子能够让可能隐藏的传染链能够现形。那我们基本上这一波的这个感染案例已经筛检了8000多位了。
那基本上都还好，我们还会一步一步的这个要求，也谢谢中央跟地方大家通力合作，来把这个疫苗的接种率能够提高。那也谢谢民众的配合，我们希望说让这波疫情早日过去疫情早日能够平息，然后能够在早日能够加零。卫生局表示，咸水区到3月13礼拜拢会持续提供快筛服务，包括卫生所、区公所等等。请民众摕身份证甲健保卡前往筛检以后，伫现场等待医护人员通知筛检的结果，若阴性就当离开。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桂林高铁特定区以学习加探索为主题特色公园，所有游乐设施已经通过检验正式开放，成为附近亲子真好休闲加佚佗的环境。不过，毕竟拄完工，家长实地体验以后，也是认为有缺失。对此，桂林区长表示，欢迎民众反映，因会全力来改善。为伫高铁台南特定区内公园用地，市府教育局配合当地民众的活动需求，编列800万来改善人行步道甲整体景观，同时建设特色游乐设施，成为南关线第一座特色游戏公园。伫所有设施通过检验、合格完工启用以后，除了桂林附近的居民，嘛去来自邻地的大小朋友来佚佗。虽然出日头，毋过拢算加欢喜甲。家长对着有这座较无同款的游乐设施，而且安全友善的环境，整体来讲评价拢袂歹。觉得非常的亲子化，然后也非常的空旷，就是可以一目了然小朋友的那个动向，嘿嘿。然后安全设施也算做的还算足够。然后因为这跟左镇化石馆那边的一个溜滑梯比起来，它这边的安全措施其实就有差。因为它是有一个沙坑可以缓冲，然后在化石馆那边的就是没有沙坑可以缓冲，是直接落地。我觉得在安全上面还真的很不错，因为像这个下面都有铺碎石，其实它安全度是很够的，只是说在环境绿化上面，就是还要需要时间慢慢加强。不过，毕竟都启用，包括环境的劣美化、欠缺热日头的设施，家长嘛发现有污秽等等，其实拢提供公部门改进的空间。对此，桂林区长嘛顺应民意，一旦有反映缺失，因拢会尽力来改善。已经开放可以供我们的乡亲可以使用了哈。那当然，乡亲也有一些反应哈。那例如说，绿美化的部分。还是要加强。那另外呢，整个一个环境的整理哈，那可以再更漂亮、更进步哈。那这个其实我们都听到了。那公所跟公务局、市政府会来共同在一起努力，让我们的特色公园能够更加完善。该公园嘛，因为配合沙仑历年去学生，所以用学习甲探索为主题来打造，希望成为囡仔快乐学习的游戏天堂。台南新闻管制何秋芳采访报道。随后一直中心因为内政变故不足，面临建物补强，不过征收费用高达2600万，对来讲是真大的负担。对此消息放送出去以后，民众持续观看到3月初，也是有300-400万的缺口，所以中心呼吁社会协助筹募因所需要的经费。民国63年，伫渔光岛创立的随和医疗中心，是台南第一个办理儿童早疗的单位。去年市府清查脑骨建筑时，初步发现行政中心这栋抵抗地动的标准无过关，所以中心家己开钱，请土木技术工会详细评估。这本厚厚的建议书就证实内政已经无符合标准，需要征收。其中类似这款钢筋外楼无修补情形，嘛明显增加。不过1楼到4楼做到好要2600万。对中心来讲，比一档需要募款经费较济。消息传出去以后，地民众一点一滴的关注，到3月初为止，也有300-400万的缺口。
非常感谢社会大众对瑞复益智中心的关爱，然后我们从在网络上面还有电视媒体对我们的关怀，到目前为止为这一个耐震补强的案子，我们还有一些的缺口，大概是300-400万啦哈，目前是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中心本身它也是捐助的部分也有一些我们讲说排挤吧。因为我们每一年的需求就是要正常营运的话，也是要2000多万的经费，然后为了这一个就是 double 的部分哈，所以也祈求也是希望社会大众也持续的关注瑞复益智中心给予我们的协助跟帮忙。为了感谢这段期间民众的爱心关注，随和青年孙秋刚所做的爱草条甲陶艺作品，包括创作副本，也拢成为因花开甲梦想的勇气。因为我们青年会的像是我们的陶艺盘我们的那个爱草条他们也很希望说透过他们的工作的部分答谢社会大众所以在募款的方案里面也有他们努力的地方就是捐助了，他们就用他们的产品答谢对于我们关注的爱心朋友们，谢谢帮助瑞复的朋友们，谢谢你们。台新闻管制林根采访报道。台北中共在学校开办少年武艺工作坊以外，目前在庙口嘛免费培训将来少年家学习武术，为这个传承宋江镇的武艺甲历史文化，要让大家练好身体，嘛要传承海尾开垦的精神。位伫咧安南区海尾茶坊宫，曾经是台港内海的古渔村，大约伫120年前。海尾先民为了保护庄头、抵抗强盗，便成立了宋江镇守护家园。民间也流传着毋捌看过海尾堡，嘛爱听过海尾鼓的俗语，流传8冬海尾宋江镇文化。现在伫庙口也开办了武艺学堂，传承宋江的传统。阮海尾这宋江镇是伊伫咧民国前12年，1900因为海尾事件，来演成阮庙，较去顶山请即个师傅来甲阮教，为着要保护庄头，所以逐冬也拢会来练，练迄阵逐个拢做向前，伊就要保护咱的村庄嘛，为了鼓励咱的百姓，所以逐个做踊跃，拢会来参加安尼啦。因阮大家讲，伊嘛是足需要即个宋江镇，所以伊拢会去叫伊的宋江脚转来，不管你去偌远做工课。你就是有感应讲，庄人要开始练宋江所以大家一直家己主动的转来才练即嘛渐渐伊个时代的转变，伊农业变来变科技，渐渐会人愈来愈少嘛，所以即卖咧考会就较困难些款，所以为着要传承，所以我嘛是爱较克服这关卡，所以就是讲爱开一个暗馆，互大家有这个时间，利用这暗时出来运动安尼。3，这位海尾少年家阿豪表示，会来学习宋江镇，主要是为了传承，更重要是会当练好身体。刚开始来练的时候，就这边的教练都很亲切，然后一开始来练的目的就是锻炼身体，因为这人身体比较差，很容易就感冒。然后练的感想就是练完会累，可是很有成就，因为每一个礼拜都学到新的东西。利用每礼拜四暗时，由海尾宋江镇教练团教导8年宋江镇武艺，庙方嘛欢迎学境内12个里的少年家甲乡亲加入，做伙学习海尾宋江镇的好功夫。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但是今年树葵花文化节因为疫情低温加降雨的关系，目前树葵花开只有2成，才陆续咧开花。上午市长吴伟铁甲客家公所共同开记者会，宣布花季3月19号将正式开始，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客家树葵花是地方重要的产业文化。以往的花季大约对每年的2月中下旬到4月底。不过今年因为低温加落雨的关系，地区花期来延后，目前花开的状况大约只有2成。因此，市长黄伟哲甲区公所特别召开记者会，宣布今年的客家树葵花的文化节将延到3月19举行开幕。咱今年呢，因为气候的因素咧，咱2022年咱客家树葵花文化节，咱要延到3月19，就是后礼拜六吼，要伫咱关华里咱这个树葵专区来开幕啦吼。今年呢，树葵开了有较慢啦，但是除了往年咱有搭配着这个小麦啦、鼠尾草啦。今年咱嘛过来增加着这个百日草、鲁冰花要有这个整个的园区咧，佫较有赞助啦。3月19开幕咧，除了有咱福安宫咱的冷新八公现场要送金宝咧送钱宝啦嘛有咱这个写生比赛啦、音乐会啦、魔术表演佫 DIY 嘛有咱的农特产品的展示啦真丰富啦咱。伫这个3月27日，咱嘛有继续延续咱这个树葵花节啦，有这个树葵花艺术 party， 由咱在地咱的艺术团体来接力来表演来演出，节目会当真热闹、真精彩啦市长表示，因为客家的隔壁咸水区拄好有疫情，因此树葵花节的活动一切遵照防疫的标准办理。今年的客家树葵花文化节。结合大约2公顷的小麦、粉萼鼠尾草、加百日草等花海的皮衬，加上创意花灯的装置艺术，伫花季期间，每礼拜六拢有精彩的表演，估计将吸引超过10万名的游客前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大屯中央酒店持续举办中心回到甘蔗园地活动，会中到时都有真侪农特产加美食的单位，也可以当摕发票领树苗，为地球环保尽一份心力。欢迎民众3月12、13两天前往参加。重回甘蔗园地活动将伫咧这礼拜12号到13登场。主办单位这次特别邀请39个单位来设档。民众来遮会当买到各种优质农特产以及文创商品。不止安尼，大屯中央酒店这次更加市府合作，推出购物满200，凭发票就当领树苗，做伙来爱护地球。很感谢台南市政府的通区公所农业局特别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让很多的小农市集，我希望说借由这个机会来，大家对这个小农应该好好去照顾，好好去爱护他们，来支持他们。所以今年的我们明天就也等于这就是明天12号跟13号在台南长荣酒店的周遭，我们还是有延续去年这些的模式，希望借由这个小农市集的活动，如果你购买200块以上的话，那就会有1棵小树苗，希望带回家去种那透过这样，我们去就是爱护这个所谓爱护大地球。那一方面呢，我们也就是说农业局，我们也回馈这个附近的乡民大概100只。我想最重要的目的是因为大家唤起这个地球爱护大地球这个概念，爱护地球，然后爱护大自然的一个概念。主办单位大屯中央酒店表示，树苗总共只有600丛，完完为止。欢迎大家12、13两天来现场细细看看。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位于南区秀秀部落有一个饼店，经营到今已经60年。第2代黄美女勇敢接下顶一辈产业，以主要产品面粉酥为例。虽然春秋工制程相当的辛苦，不过依然坚持如约定做，嘛成为各大庙宇新明星真好的奖品。要做古早味的面粉酥，一卡鼎灶看起来就真有年代。头家控制好白米糕的分量，拿到起泡以后，佮再将煮好的面粉加两篮做伙炒，还炒好平均，看起来简单是相当的辛苦。这就是过去传统的淀粉大饼。头家强调，甲现在啥起码是无同的哦。自细汉对爸爸做饼黄米卤，8当前唔甘饼店要收起来，所以勇敢承担。虽然手工过程对女性做吃力，不过迄份顾家慧心必须坚持到底。
老魏是因为当初爸爸年纪大了啊，是想说回来陪伴他们，让他就是老人家有可以这样子动辄跟客人再继续维持聊天的，最主要是就是真的是回来陪他们2个啊，那对啊，你说家计上就是生活过得去就好了，对。说真的是这个工作都很辛苦，每样工作都辛苦啦，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过一家做的老店，黄美女除了延续顶一辈所研发的鸡鱼肉3星的包装，伫口味顶面加创新加了乌糖，同时迎合现代人较养生做了减糖，加上味黏脆气的特色，拢互老顾客不时高关注文。因为古早味的，古早味的。啊，袂歹。我咧食无。我喙齿无啥好，无啥食。伫人客眼中的古早味，因为是素食，所以嘛成为各大业务新明星真好的奖品，嘛互饼店持续以牛肉定制来延续经营。像我现在做的是乌龟，就是客人他如果是跟我订那个要拜什么的话，我就做什么，比如说乌龟啦、猪羊啦，还有那个3牲5牲啊，就是他需要拜什么的时候，我就做这样子。大小只就是看客人，他如果想要大一点的话，我就做大一点；他小一点，我就做小一点。作为喜球部落唯一的饼店，每一档也拢会配合南区公所昆士湾文化局的游客体验，要用朴实的古早滋味来赢得大小朋友的心。台湾新闻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艺术博览会已经举办第10档，今年第1摆伫台南精英酒店举办，展出超过1500件艺术作品，并且推出有食、阁有通耍的艺文景点，欢迎民众来台南感受创意的艺术观光之旅。台南市第10周年的台南艺术博览会，阁有新艺奖，已经成为全台湾各档3月重要的艺文活动。根据卫农的协会统计，2021年参观人数已经达到今年的150%，连带销售成绩嘛不断的提升。原本创立的初衷是希望活络艺术的市场，累积10档落来，已经成为台南各档袂当欠缺的展览，同时嘛带动了周边的美食，阁有相关的观光产业。去年来也非常的成功，今年我想会非常成功。我看有到你们这最大的土地庙去烧香拜拜了。希望，因为不是那个希望大家平安顺利来到台南，因为有来自很多各地的我们的同业，台北的、那个花莲的都来了，我们都来了。也希望在这边得到温暖，因为台南人热情呐，弄重点节目。那当然，一切我想会很顺利。去年就已经非常成功了哦，去年比前年增加了将近50%的参观的人数。我相信今年应该会比去年多，因为大家都。台南本来就是一个艺术的城市，台南本来就是一个宗教的城市，台南本来就是一个美的城市，所以这个张理事长要拜托你讲，来对做这人，免摆买错这人因为被公安一定把你支持的对吧那所以说我们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因为这样子一次又一次，一届又一届堆叠出来，在这么好的展间。在这么好的有这么好的展商，有这么好的年轻的艺术工作者，我们怎么会怕没有人欣赏？台南市是真侪 YouTube 的美食和旅游的核心，经过几档的经营，已经渐渐成为一个美食和文化互相融合的一个美丽城市。欢迎各地朋友会当利用有闲的时间来到台南，感受一个文化艺术之都。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11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咱再会。